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，讲到咱台湾的友邦海地，这几天是落大雨，引起做大水，当地有10个省，其中7个变作是江洋大海。根据就因官方的统计，上无有42个人死亡，11个人失踪。另外，讲到这乌克兰南部赫尔松新卡夫卡这个水坝呢受人迫害，地区水坝民众拢爱随撤离。乌克兰甲罗西亚即马是互相怪罪，拢讲对方毁掉水坝。看家己车掉入大水呢，车主真正是目睭金金人上重。台湾友邦海地向阳伫初三、初四落大水后，10个省有7个省做水灾。根据当地的官方统计，这个水灾上少有42个人来死亡，11个人失踪。Là c'est côté pour nous dormir et puis bah nous rad bah nous drap. Nous pas gagner encore cochon cabrit tout aller. 民众绕水出门，想要去地势较悬的所在。首都太子港西南40公里的小镇，有3条溪汇集，受灾搁较严重，总共有几若千户受到影响，紧急需要食米、水甲药品。因为即届大水强国美，若冲到几若百间民众的厝体，另外还有几若条街仔路受到大水的损害。民众的厝体全烂干袂，大家拢无闲咧摒扫。根据联合国调查，这2天的大水后，总共影响37000人，有13400个人无厝通住。严格伫大水后来进前，海地都有将近1半的人需要联合国的人道救援。这个数字伫5年来加2倍。除了大水后带来乱象，海地还有帮派暴力、政治败坏、甲经济无好这寡危机要处理。大水一天一天直直按水法拼出来。乌克兰南部由罗西亚控制现因上州新卡科夫卡市，有一座大型水坝受到破坏，造成200户下游区域的民众要撤离。乌克兰南方司令部讲，目前正咧监控饮水地区的受害程度甲状况。根据当地时间6月初5的卫星图显示，水坝有一部分受损，不过俄罗拢互相指责对方才是破坏水坝的凶手。公视新闻省录背编译。